Hello，歡迎嚟到樂知天命嘅 channel，又係算命不勤嘅時間啦。唔知大家喺成長嘅過程當中咧，會唔會有一絲嘅疑惑？就係呢個女仔咧，明明唔係生得特別標緻，但係咧唔知點解咧，佢就係好多男仔中意，或者咧係真係生得好靚好靚嘅女仔咧，反而係好少人追嘅。甚至乎咧，有啲女明星係明明咧生得標緻過佢、靚過佢嘅人咧，大有人在。但係咧，網民甚至係討論區嘅留言咧，都會係對佢一面倒，就係覺得佢好靚啊、好正啊、好想佢做我女朋友啊等等。反而一啲咧生得真係好靚、好標緻嘅，就會少咗好多底下咁樣嘅留言。的確生得靚咧，可以話係一個優勢，但係生得靚係唔係就係等於多人追呢？好自然咧，佢哋係兩回事。所以咧，今集咧就嚟講下到底咩嘅八字咧係特別受男仔歡迎嘅。首先係八字上面咧，正官同七殺咧，對於女仔嚟講咧都係代表另一半嘅。所以如果你嘅月柱地支係帶正官或者七殺，甚至乎係你成個八字咧係好多正官同七殺，呢一類型嘅女仔咧，就算佢哋唔係生得特別標緻都好，但係咧總會咧係有好多男仔中意嘅。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回顧下10幾年前香港娛樂圈嘅歷史，仲記得咧嗰陣時候靚模嘅風氣咧其實係非常之盛行。我仲記得咧嗰陣時身為學生嘅我咧，一打開新聞，鋪天蓋地咧就係講緊周秀娜或者係 Dada 陳靜，甚至乎係 Angelababy 嘅。雖然靚唔靚就好見仁見智，但係無可否認咧，佢哋都係掀起咗一啲熱度，同埋好多男仔咧都會去書展度買佢哋嘅寫真。咁今集咧我就以其中一個主角就係 Dada 陳靜咧嚟做一個例子，以佢出生嘅年月日去睇下佢嘅八字咧，到底點解會咁多人中意，甚至乎咧係成為宅男女神嘅。咁大家咧可以睇到佢嘅八字咧就係正官加七殺，而且咧佢仲有個重點咧就係正官嚟合佢，所以呢一類型嘅女仔咧，就算咧去到40、50歲、50、60歲都好，佢哋嘅桃花咧都係依然係非常之旺盛嘅，可以話咧基本上咧係唔缺人嚟追佢啦、中意佢啦，或者可以話佢嘅魅力咧係不減。相信對於佢嚟講咧，佢嘅桃花咧就係絕對唔會有空窗期，只係佢想唔想要嘅啫。而且喺運程上面咧嚟見到佢2003年同埋2013年開始咧，呢20年都係行緊正官同七殺運，所以你可以話佢咧有利感情嘅發展，或者係事業嘅發展。所以呢段時期咧，佢嘅事業咧都會係處於一個上升嘅週期。咁而咁啱咧，佢就選擇咗咧去做明星啊、藝人啊等等，所以中意佢嘅男仔啦，或者佢嘅粉絲數量咧，其實都係唔少嘅。如果想知道自己嘅魅力或者係桃花運係點咧，咁就不妨打開自己嘅八字去睇下啦。如果中意呢一類型嘅片咧，記得 like 呢條片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講其他類型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